好，来乡亲啊，继续来看英国的媒体公布到上新的全球 AI 的指数，台湾是进步到第16名，但是也是无进入去前10名，嘛输予南韩甲日本。经济部散发署长讲，台湾的 AI 也有3大欠点。不过，后续的董事长董子贤讲，台湾的产业徛全球重要的位置，唔免因为排名伤过烦恼。9月纽约时代广场会当看到台湾个 AI 是真显目，显示我国的科技实力。全球 AI 指数嘛显示，台湾的排名为去年的第21，搁再向前进步5名，来到第16。美国原来是亚洲省摕到第1名，第2甲第3分别是中国甲新加坡、韩国甲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拢甲台湾同款有明显进步，分别是排伫咧第5甲第10，原来是赢台湾真济。因为我们站在一个重要的位置，所以难免会有些时候这个忐忑不安呐觉得我的这个重要性排名有没有往前1名，有没有落后1名？那我还是想不要太过忧虑啊。详细看项目发现，政府策略甲基础建设是台湾较高，分别是排伫咧全球第8甲第7。不过人才排伫咧33，代表台湾欠缺高阶的 AI 人才。商业生态系排第30，显示我国是欠缺会当靠 AI 服务赚钱的公司。开发能力排27，显示台湾毋是技术的创造者，大部分是工具使用者。经济部产业发展署长邱求辉认为，这3项弱点是阻碍台湾排到前10名的困难。台湾能够以这么少的人口数，在科技产业，尤其是资讯电子产业跟这一波的 AI 里面，能够站在这么重要的位置，值得我们稳定自己的心情，往前好好的努力所以不要患得患失。调查显示，台湾 ICT 产业今年 AI 化指数无增加，颠倒减少，可能是因为企业实际加入 AI 了后，发现内部的资料整备不足。比起来，过去相对人较慢的制作业、甲政府机关、佮专业服务业 ，AI 化指数拢有明显的成长。不过，零售贸易服务业佮有真大的进步空间。台湾产业外靠硬体真久，想要成做正港的 AI 强国，佮有真长的路要行。Hello， 我是雷亚，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